Hello，大家，我係雷叔。樂活人生係由雷叔的退休生活出品。呢個系列唔止講退休，仲傾下人生後半場嘅清醒、自由同智慧。今日想傾嘅話題係退休港人北上五大復位嘅對應解法。有冇發覺近呢幾年，身邊越來越多朋友講北上退休？有啲人講到好輕鬆，好似佐敦搬去尖沙咀咁簡單，亦有啲人住咗幾個月之後，開始講一句說話：早知唔好咁快決定。問題唔係北上好唔好，而係你有冇準備好。上一集我講過，退休港人北上最常見嘅五大復位。今日呢一集唔再嚇你，而係同你逐個復位，一一講清楚。點樣避？點樣解？點樣行得穩？復位一及解法，第一站摸練一個城市。好多人第一步已經錯咗，一話北上就揀定一個城市，租樓、買家私、熟悉道路，諗住就係呢度過落去。呢個做法其實好有熟悉感，因為以前返工都係咁揀咗就死頂。但退休生活唔係返工，冇得試錯10年。解法係咩？兩個字：試住。試住唔係旅行，係真生活。你要試嘅包括日常買餸方唔方便，睇醫生要行幾多步，夜晚社區靜唔靜，甚至樓上吵唔吵，呢啲係觀察環境。另外，自己住落會唔會悶都好緊要。呢個就好因人而異啦。雷叔一句觀察，好多後悔都係因為太快穩定落嚟。復位二及解法，只睇租金，唔睇生活摩擦。租金平一定係北上最大吸引力之一，但平唔代表適合。我見過唔少人住喺好平嘅地方，每日都為細節而攰，行政手續繁複，買餸要預時間，社區冇人情味等等。結果係人冇窮，但心好攰。解法係咩？唔好只計租金，要計生活摩擦成本。雷叔嘅實際判斷方法好簡單。如果一件日常小事每日都令你煩，呢度就唔適合你退休長期居住。根據 Harvard Adult Development Study 指出， Good relationships keep us happier and healthier. Period. 意思好簡單，生活質素唔係由錢決定，而係由你每日感受到嘅順暢度決定。復位三及解法，醫療用錯思維。好多人問我，內地醫療掂唔掂？我通常反問一句：你識唔識用先？制度唔同，唔代表差，但如果用錯方法，就會好辛苦。解法係三件事：第一，搞清楚公立、私家、專科定位；第二，熟悉流程，唔好臨急先問；第三，預先建立自己嘅醫療路線圖。老實一句，唔係醫療差，係你冇讀使用說明書。我識一位朋友，北上前話自己好隨性，結果住落去先發現，最頂唔順嘅唔係錢，而係無節奏，日日都係是但啦，起身冇規律，求其食是但過。3個月之後，佢同我講一句好真嘅說話：我好似退得太快。後來佢做咗一件好簡單嘅事，每日定一個固定節奏，買餸、散步、學嘢。半年後佢同我講，而家先似退休。退休之後你會發現一個真相：自由唔係乜都唔理，而係你有能力為自己作主。北上唔係問題，問題係你係逃避定選擇。雷叔最後一句想留俾你：退休唔係慢落嚟，而係學識用另一種方式對自己負責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唔該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分享俾朋友，一齊活得自在，做自己，
開心啲，睇開啲，樂活人生。我係雷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